中西合璧係香港獨特嘅城市風景，喺飲食文化上最能夠體現呢一個特色。有經營超過70年嘅茶餐廳，希望以一杯港式奶茶留住呢一份港味。西多士奶茶係呢一間位於灣仔嘅茶廳嘅招牌之一，同一般茶餐廳有少少唔同。茶廳係以茶水為主，佢嘅前身係1952年開始經營嘅一個街邊茶檔，後來先至承租而家嘅鋪位，現時已經傳到第3代。但係茶廳裡面嘅裝修陳設至今都冇改變。好多人理解咗我哋係茶餐廳嘅，如果你留心少少睇我哋，其實係叫豪華咖啡茶廳。我哋冇套餐啦，因為我哋係叫做茶檔啦，咁當然茶水係最緊要啦。第3代繼承人阿彪喺疫情嘅時候返嚟茶廳幫手，嗰段時間人人留港消費，本土文化風氣盛行，令佢意識到原來開業74年，爺爺留落嚟嘅茶廳正正係港味嘅代表。接手茶廳要從學沖奶茶開始。阿彪發現老一輩沖奶茶全憑感覺，若果老師傅退休會無以為繼。加上好多已經移居海外嘅熟客都話想念港式奶茶嘅味道。阿彪同爸爸商量之後，花咗幾個月時間研究正宗港式奶茶嘅茶膽，並且製成自家茶包。只要配合沖茶嘅技巧，去到邊度都可以嘗到淡淡嘅港味。有啲呢移咗民嘅，佢哋會翻嚟問我哋。有冇啲茶？可唔可以溝啲茶膽俾我哋帶翻去回味下呢個香港嘅味道啊？咁樣或者你哋茶餐廳嘅味道啊，我哋就 pack 好佢，俾佢哋帶出去出邊，亦都可以叫做等佢哋記得我哋啦。近年港人北上揾食成風，茶廳要留住客人，除咗一杯香滑嘅奶茶，仲有服務態度。作為老闆嘅阿彪以身作則，希望令熟客以及慕名而嚟嘅遊客都感受到佢哋嘅用心。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，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。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，咁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。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嘅話，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。茶廳亦都同旅發局及浸會大學合辦奶茶工作坊，努力推廣香港嘅地道飲食風味。阿彪嘅目標只有一個，為茶廳掛上百年老店嘅招牌。鳳凰衛視記者楊一帆報道。